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呢一期新聞簡報。國家移民管理局今日通報，今年清明節假期，全國邊檢機關共保障677.9萬人次中外人員出入境，日均226萬人次，較去年同期增長9.1%。單日出入境最高峰出現在4月6日星期一，達到233.4萬人次。期間，港澳台居民出入境329.1萬人次，較去年同期增長19.5%。外國人出入境84.3萬人次，較去年同期增長20.9%。入境外國人當中，適用免簽政策入境有31.9萬人次，較去年同期增長30.7%。共計查驗出入境交通運輸工具30.7萬架次，較去年同期增長13.3%。呢個係國家移民管理局喺清明節假期結束後嘅正式通報。清明節假期係4月4日至6日，3日假期，全國口岸人流相當繁忙，日均超過226萬人次出入境，比去年同期明顯增加。最高峰嗰一日，即4月6日，一日就有233.4萬人次，係整個假期最忙碌嘅一天。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人次達到329.1萬，增長接近2成，顯示兩岸三地人員往來相當活躍。外國人出入境84.3萬人次，增長超過2成，其中有31.9萬人次係透過免簽政策入境，增長幅度達到30.7%，反映中國免簽政策對外國遊客嘅吸引力越來越大。交通工具方面，共查驗30.7萬架次，包括飛機、船舶、火車同汽車等，增長13.3%，顯示各類交通方式都比去年同期繁忙。呢個數據反映咗清明節作為傳統節日，掃墓、探親同短途旅遊需求強勁。同時，隨住中國經濟持續恢復同國際交往增加，跨境人流整體呈現上升趨勢。從香港角度睇，呢個假期同復活節重疊，形成5日長假。香港入境處之前預測，整個長假期間，全港各口岸預計有約644萬人次進出，其中陸路邊境佔543萬人次，實際情況同國家移民管理局數據吻合。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大幅增長，主要係香港同內地之間嘅往來。據香港入境處相關報導，長假期間港人出境人次明顯高於入境旅客，好多香港人選擇北上廣州、深圳、桂林等地短途遊，或者返鄉掃墓探親。高鐵西九龍站、羅湖、落馬洲同深圳灣等口岸都出現人潮。高鐵站候車大堂經常坐滿旅客，部分人參加旅行團，氣氛熱鬧但有序。呢個北上潮同之前復活節數據一脈相承。部分港人原本計劃飛日本或台灣，但因為燃油附加費上升，機票貴咗約2成，最終轉乘高鐵北上，開支可以減半。旅行社反映，內地高鐵團報名人數按年增加明顯，部分團上月中已經爆滿。內地旅客南下來香港嘅人數亦有增加，雖然整體少過港人北上，但對香港酒店、購物區同餐飲有一定幫助。尖沙咀、銅鑼灣等地酒店入住率相對理想。整體嚟講，今次清明節全國出入境人流創下不俗數字，顯示中國同周邊地區人員交流越來越頻繁。港澳台居民增長19.5%，反映大灣區同兩岸三地融合持續推進。外國人增長20.9%，免簽入境增長30.7%，顯示中國對外開放步伐穩健，國際形象同吸引力逐步提升。對香港市民嚟講，呢個數據值得留意。長假期間大批港人北上，反映大家對內地短途旅遊嘅興趣增加。高鐵網絡成熟，班次多，價格穩定，成為好多家庭首選。同時，內地消費水平相對親民，食住行開支較香港低，吸引中產家庭同年輕人。但本地零售同餐飲業界亦感受到壓力。港人離境多，
本地商場同食肆人流減少，部分店鋪假期生意較平日靜。呢個現象已經持續幾個長假，業界需要思考點樣提升吸引力，例如推出優惠、加強特色服務，或者結合本地文化活動。交通方面，口岸同高鐵站繁忙，過關時間有時較長。市民如果計劃北上或者返港，最好提早查詢實時人流同車票情況，避免高峰期擁擠。總結今次清明節出入境數據，全國677.9萬人次，港澳台同外國旅客增長明顯，顯示節日旅遊同人員往來活躍。對香港嚟講，北上潮同本地消費外流係值得關注嘅趨勢，但同時亦係大灣區融合同兩地交流嘅體現。呢個假期已經結束，大家無論係北上玩得開心，定係留港享受寧靜，都希望大家平安返到屋企，恢復正常生活。多謝大家收聽呢一期新聞簡報。如果想知更多詳細數據或者相關報道，歡迎留言討論。我哋下期再見。